歌羅西2:6節咁樣講到，切家到你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係自己嘅上帝，因為到呢啊，切家都係本一切喺基督裡面，唔好就賺。但係呢，因為呢歌羅西2:7節係咁樣講，人歸切家嘅根係造本係欣賞喺基督裡面，唔係根啊，自己嘅信心嘅根係造本喺基督裡面，自己嘅信心嘅根係造本喺上帝嘅範圍。在嘅福音就是嘅經造本，即係超長啲提數樣人嘅經造本，嘛嘅提福在經但係嘅信心造本喺基督裡面，各樣嘅問題，咪即係為就賺自己嘅信心，因為自己係經造本喺計，自己嘅信心係更加強啲講啊，然後自己嘅心中裡去獻出感恩俾上帝，獻出感恩俾上帝，自己熱天得到自己心中裡要快樂要平安。係講自家嘅心中求法呢啲獻出唔好嘅法，熱天獻出自家嘅言要唔好計唔好講出唔好嘅法，所以咧聖經講嘅啲去思想要感恩俾上帝，自家嘅信心造本熱天自家得善嘅人，阿門。